每一个在这里面牺牲奉献的个别的个人，那个对我们来讲真正重要的这些价值。我们也看到，像儿童牧师在做的努力，是在宗教的场域里面，让这个宗教能够本土化，甚至原住民化。这里面当然会遇到一些挑战。在我自己的工作的岗位上面，像是这个学术的工作，我们也在试着去做一些努力。让这个过去的所谓的这种西方知识的教育的殿堂能够被改变。这里面当然会有一些挑战，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了。包含在儿童牧师面前，在我们牧师面前，在两位主祭的面前，我自己啦，都很像是幼稚园的学生，必须从头开始来学习。那课堂里面那个上课的方式，也未必是符合我们的知识的传递的方式。有时候我们邀请耆老长辈到课堂来，那个教室的环境，那个黑板，那个时钟一直在计时，40分钟、50分钟要下课，那个环境也不是很适合我们传递知识的方式。那或许我们应该把学生带出去，让学生到我们的部落里面去学习，把老师带出去，把校长带出去，到我们的场域去，到真正我们的这个知识的场域去学习。这个都是我们要努力的事情。也会遇到一些挑战。那因为这样的工作，我开始有机会去这个重新认